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历代志下卷15章第1节到15节，启示录21章15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同在。在2个礼拜之后就是圣灵降临节。圣灵降临，圣灵充满，是耶稣基督的应许。他应许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，跟这个跟随者呢同在。保惠师的目的是要让跟随者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也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，并赐下安慰、平安给人。圣灵降临同在，就是完成了上帝的应许。历代志下卷15章第1节到15节，上帝的圣灵降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身上，他就去见亚撒王，对他说：亚撒王和所有犹大、便雅悯人民啊，请听我说，只要你们顺从上主，他一定与你们同在。你们寻找他，他就让你们找到；你们远离他，他就丢弃你们。以色列已经好久没有真神，没有祭司的教导，没有法律，但灾难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他们转向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他们寻求他，他就让他们找到。在那期间，人进出都没有安全，因为到处有动乱。这国攻打那国，这城攻打那城，因为上帝使灾难痛苦降在他们身上。可是你们必须刚强，不可沮丧，你们的工作一定得到报赏。亚撒听到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的预言，就得到鼓励。他把犹大和便雅悯境内所有的偶像，以及他所占领的以法莲山区各城的偶像都除去。他又修造立在圣殿院子里的上主的祭坛。许多人从以法莲、马拿西、西缅来归顺亚撒，住在他的国中，因为他们看见上主与他同在。亚撒召集这些人和犹大以及便雅悯的人民，他们就在亚撒在位的第15年3月聚集在耶路撒冷。那天，他们从掳来的战利品中，用700头牛、7千只羊献给上主做牲祭。他们立约要全心全意敬拜上主，他们祖先的上帝。无论男女老幼，谁不寻求上主，谁就得处死。他们奉上帝的名高声发誓，要遵守这约。然后他们欢呼、吹号、吹角。犹大所有的人民都很快乐，因为他们一心立下这约，一寻求上主，他就找到，让他们找到，并且赐给他们四境平安。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对于上帝的同在，他有不同的解释。他说，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当中看不到圣殿，这并不是一个失望的说法，反而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看见。启示录21章15节到22节，对我说话的那天使拿着一根金的量尺，要量那城和那城的门和墙。城是四方的，长宽相等。天使用尺量那城，共2400公里，长
宽、高相等。天使按照人的尺寸标准来量城墙，高有60公尺，城墙是用碧玉造的，而城本身是透明像玻璃的纯金造的。城墙的基石用各种宝石装饰，第一块基石是碧玉，第二块是蓝宝石，第三块是玛瑙，第四块是翡翠，第五是红纹玛瑙，第六是红玉髓，第七是桂橄榄石，第八是绿玉石，第九是黄玉，第10是绿玉髓，第11是紫玉，第12是紫金。那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一个门用1颗珍珠造的。城里的街道是纯金的，像玻璃一样的透明。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殿，因为全能的主上帝和羔羊就是这城的圣殿。约翰说，上帝以及羔羊就是圣殿。这个说法就如同历代志下第5章13节 B 到14节所说的，当上帝的云彩充满着圣殿，祭司没有地方站立供职服侍，因为上帝亲自临在他的圣殿当中。诗篇93篇，上帝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恳求上帝的圣灵充满我们，因为如同保罗所说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。愿主的圣灵同在，保守赐福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